主席，今次呢一份呢係有關呢個2023年人力推算嘅結果嘅報告。咁啊，當然好重要咧，就往前睇嚇，即係23年計5年之後，即係2028年呢嗰個預計人力嘅狀況又點咁樣？呢數字可以咁講咧，係觸目驚心。裏邊呢就我哋一啲可以講係比較重要嘅現行嘅產業咧，你睇到嗰個人力短缺狀況咧，都真係好嚴重。其中咧嗰個缺口最大咧就係建造業。報告裏邊話咧係估計咧2028年人力短缺咧，建造業咧會係45000到55000。咁呢個對於香港呢個咁重要嘅產業，亦都可以咁講咧，建造業嘅生計如何咧，其實都影響咗好多其他相關嘅行業。咁所以點解我就話咧就觸目驚心。咁而咧就我哋嘅8大中心呢個可以講咧係因為國家政策係俾我哋咧係能夠咧喺呢個8個中心呢各個方面咧去發展。咁啊，本來一個好好嘅機遇，但係咧同樣咧呢個人力供求嘅差額咧，去到2028年咧就都係好嚴重嘅。譬如話以國際創科中心咁去推算咧，2028年咧嗰個人力需求差額咧係由18000去到23000咁多。咁所以我其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，其實呢一啲嘅人力推算係相當重要嘅。咁其實日後嘅計劃咧，你係咪會恆常做？係隔幾耐做一次？我諗呢個咧就係真係需要咧係做密啲，因為咧係經濟狀況咧係不斷變化，咁亦都咧因而咧嗰個人力嘅需求咧亦都會有變化。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嚇。第二個問題咧，未必係今日答到啦，主席。就係對於呢個咁嚴重嘅人力短缺啊，頭先亦都講咗啲原因背景啦，咁嗰啲大家都知㗎啦，出生率又低，人口又老化咁等等。咁面對而家睇嘅即係缺口，對於咧國家俾我哋任務，如果要能夠做到嘅話咧，原來真係要大量咧係增加呢個人力啊。咁啊，究竟係有乜嘢嘅方法去做呢？呢個我相信係大家心目中最重要揾到嘅答案。同埋而家嗰個職業組別睇呢，其實由經理、主管、專業人員、服務從業人員、熟練技術人員、非技術人員呢，全部都缺嘅。咁所以點解我都講好多次呢？香港缺嘅呢，唔係單係250萬年薪嘅高端嘅人才啊，而係咧各級甚至乎去到咧25萬年薪嘅。算係一啲即係比較基層一啲嘅勞動力啦。其實或者係大學畢業生咧係都缺。咁呢個問題點解決咧？咁樣呢個係第二個問題。不過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咧，今日就好難有一個答案㗎啦。我先回答下阿盧偉國議員第一個問題啦，就係講緊我哋嗰個人力推算係咪要做密啲咧？咁樣咁其實正正都切合咗我哋而家嘅思路嘅。我哋今次做嗰個人力推算咧，已經係將嗰個期限縮短咗5年，而家係5年一次。中間咧仲會有一個每5年之間咧，中間仲會有一個嘅中期檢討，或者係一個更新。咁即係講緊咧，大概每2年或者2年半之類咧，我哋就會有一次嘅更新。咁其實咧係做得相當密嘅。咁呢個亦都切合咗頭先阿盧議員提到嗰個意見，即係話係咪要做密啲，等我哋可以快啲睇到嗰個新嘅情況咧？咁呢個係第一啦。第二就住我哋頭先阿盧議員提到話，即係我哋原來好多唔同嘅行業或者好多唔同嘅職業階層，其實都係好短缺，個人手係好短缺。我哋喺今次嗰個人力推算亦都睇到個情況，的確係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政府亦都唔係淨係我哋勞福局啦，其他好多唔同相關嘅政策局同部門，各自就住各自嘅行業咧，都會有一啲嘅措施係會去做嘅。咁呢個我因為時間所限，我就唔詳細去講啦。唔該，主席。